后来继续要来看的是台东志航基地，这个战机咧做例行训练的时阵，中尉罗尚华甲上尉潘英尊的战机在变化队形的时阵相下浪，造成一个死、一个失踪的意外。代志发生到今超过40点钟了，也未找到潘英尊。军方讲，目前这个重点搜索的范围是锁定伫个这个飞机的残骸甲飞官的装备坠落来的所在。那这个救援行动会无分每日继续来进行。这个地方就位于屏东县满洲乡的九鹏海滩。那在这3天的搜救过程当中呢，也在这个海岸线发现了不少飞机残骸、飞行头盔以及军靴等等。那因此呢，在这个海岸线呢，现在也是搜救的重点地方。屏东高平正总出发，无人机准备起飞。透过空翕镜头无同的角度，要找海岸线每一个所在，要赶紧找到失联的飞官潘英尊。陆海空总动员两车搜救队伍，一透早来回详细地找找任何有可能的线索。搜救第3天出动269个人，空勤直升机出动31台，一天24点钟拢无休困。蓝艇嘛出动11台，找找是毋是有任何漂流的飞机残骸。无暝无日的行动，伫事发地点边的村民嘛拢看在眼内。应该无用呢，几暗都因开始搜救，到凌晨拢安尼舞来舞去咯。甚至有村民主动提供补给品给军方。车上刚好矿泉水，然后对，来1-2瓶给他们，这样打气打士气。唔经救援72点钟，已经过1半的时间。军方嘛指出，今仔日继续找找范围，主要伫陆续捡到飞机残骸和飞官落装备的地点。密集的地方就是在我们搜寻到很多的机骸、头盔以及救生衣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就像九鹏那边会撒比较多人力吗？是的。目前的搜救行动会到当时，军方无设限制，敢若5万会使赶紧找到飞官潘英尊。